Hello， 歡迎大家嚟到入伙。今日係我 Rani 同大家一齊睇樓盤。一家人住喺同一屋檐下，梗係想擁有自己嘅私人空間。今日我哋嚟到西灣河參觀一間差唔多30年樓齡嘅居屋。業主要求設計師喺有效 budget 將2間房變成3間房。我哋一齊睇下設計師點幫佢哋翻新啦。呢個單位面積大約430尺，全屋用咗灰色做主調，使用唔同嘅物料做出層次感，仲加入咗大量嘅弧形同拱形設計，幫屋主一家3口打造出舒適又時尚嘅屋企。一家入邊住咗3個人，雜物應該都唔少。玄關位置左右兩邊都有一個獅字櫃，下面有一個鞋櫃，其餘嘅位置仲可以放雜物添。呢度仲偷咗個位收埋咗塊鏡啊！出門口之前就可以執下個樣。大門口嘅左手邊入去就係開放式廚房，因為屋主咧少咗煮嘢食，所以將原本嘅廚房收窄咗，由 L 字形嘅工作台變成單邊工作台。而家收細咗廚房嘅空間，將雪櫃搬出去外面，就可以增加返客廳嘅空間啦。雖然工作台細咗，但都跟返屋主嘅習慣，左手邊係放洗手盤，右手邊就放咗雙頭煮食爐。設計師仲喺度留咗個位俾佢哋擺洗衣機添，上面嘅位都冇嘥到㗎，可以俾佢哋做個層架擺微波爐同埋調味料。旁邊嘅浴室亦重新做過，保留原有嘅格局，新安裝咗智能座廁同單邊鏡櫃。400幾尺嘅單位要做3間房，真係唔容易㗎。設計師今次仿效咗唔少新居嘅做法，將爸爸間房揀咗喺客飯廳。呢間房其實由家私組成，入面嘅陳設比較簡單，做咗張單人床同埋窄身衣櫃。為咗通風，冷氣機採用咗共用設計，出風口一半喺客廳，一半喺房。房出面仲做咗層架，可以擺一啲裝飾。客飯廳間多咗間房，空間少咗，咁其他家私梗係要諗下點擺啦。見到呢邊已經做咗電視櫃，上面有層架放裝飾，中間留位俾業主掛電視機。至於飯台就收埋咗喺呢邊櫃，拉出嚟最多可以坐到6個人㗎。上面玻璃飾面嘅位置，同時可以用嚟放下擺設。呢一個櫃咧，同時分開咗2間房，呢一邊咧就係媽媽房，而另外一邊咧就係囡囡住嘅。囡囡房入邊做咗張組合床，上面係瞓覺嘅地方，下面係衣櫃，入面做咗啲層架放衫。因為咧囡囡已經出咗嚟做嘢，所以我哋做咗張台俾佢。隔離咧就做咗個窿窿板，上面可以放啲擺設。窿窿板隔離都係衣櫃嚟㗎，係咪可以擺到好多嘢呢？媽媽間房嘅設計就複雜一啲，除咗床同埋衣櫃之外，佢特別要求要有一張梳妝台。依家梳妝台同上面嘅化妝品櫃都做咗拱形設計，帶啲歐式感覺。床背板亦做咗個弧形空間，上面仲有鏡櫃，可以擺一啲雜物。睇到嚟呢一度，見到間屋做咗咁多嘅家私，同裝修埋廚廁，係咪諗緊裝修費用會唔會好貴呢？答案係48萬，就符合晒業主嘅要求啦。呢個單位咧裝修着重於實用，花巧嘢唔多，唔知大家有冇啲咩意見呢？歡迎大家留言話俾我哋知。如果想睇多啲靚盤嘅話，記得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pag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， 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最新嘅資訊啦。咁我哋下集見啦，拜拜。